背包吃魔药。找到怒气药剂有2种，仔细看，再吃物理穿透药剂、移速药剂，都在第1炉简单做的。天赋46点。专精重点5点，野蛮人怒气转爆机，只需要4坨词，加上1铲披风，衣服斧头，全身符文基本的都不超过3等即可。范例影片1头范围17，你只需要绕住小圈圈。这样就30层了，简简单单处理活动。